洒的世界，无人袂懂。你记得吗？你记得吗？该秋天天春的西路，紧行紧冲过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紧往西日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永远的结果。袂唔记得路，袂唔记得路，该梦想像染风的山头，行呀行。小心！校长，喂，各位同学早安。很高兴，开学典礼又到了。今天校长有2件事情报告。第一件事情，1年1度的全县美术比赛就要到了。上一次林世宏同学代表本校去参加比赛，得到了佳作的好成绩。这一次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所以校长决定，为了我们学校的荣誉，要再成立一个美术选手班。只要有兴趣的同学都可以来参加。我想参加哦。我对画图没有兴趣哦。各位同学来听。第二件事情，这学期呢，我们有一位新的代课老师来代替4年级的导师的位置。校长还没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知道什么原因呢，郭老师到现在还没到，所以呢，各位，对不起，结果，哎，对，我们等你好久，怎么现在才来啊？哎，我已经最快，我已经在赶了。好了，不管了，先上去。哎，干什么？上去就对了嘛，上去。哎，校长，麻烦你了。各位同学，我们掌声欢迎郭玉天郭老师。啊，这就是我们老师哦。各位同学，我们请郭老师给我们讲几句话。啊？讲话？哎，不要了，我不会讲话。那你自我介绍一下吧。介绍？这。喂，各位同学，我不是郭老师。你不是郭老师，你下面干什么？哎，是你让我上来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只是来还郭老师的皮夹而已啊。啊？
你来还郭老师的皮夹？是啊，那他人呢？他人在哪里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问我问谁啊？你的证件呢？我已经跟你说过，我证件掉在计程车上了啊。我看你不像是本地人嘛，先填一下资料。不是，你真的把我当犯人了？如果你不是的话，就多跟我们配合一点。没听过警民合作才能够打击犯罪吗？先生，小姐，你总算来了。哎，你赶快帮我解释一下好不好？还把我当犯人呢？对不起，你是林老师嘛？警察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可能误会了。对不起，害你到警察局。没关系。现在几点？快8点了。来不及了。你要去哪里呀？你知不知道那个兆东国小怎么走？知道，我带你去好了。到了，谢你替我带路，到这里就可以了。请问，哎，你是跑哪里去了？怎么到现在才出现？哎，林老师，我想跟你调2节课。教务主任，我们等一下再研究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们新来的老师呢。郭玉天老师。我是。哎呦，你跑哪里去了？你这是……哎，来，大家啊都在等你。刚刚啊，招会的时候还闹了个大笑话。来，给你介绍一下啊。哎，这个是我们校长啊，校长，郭老师。校长，哎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呢？这说来话长哎。总之都是我害郭老师耽误时间的，我会再跟大家解释。啊。我先自我介绍，我是6年级班导师林雪芬，这位是本校教务主任徐大木徐主任。啊，欢迎。还有这个是苏老师、周老师、洪老师、陈老师、李老师，这位是马老师。我是教体育的马健。关老师，还有一位翁秀子老师呢，他到台北去开会了。他明天回来的时候，我再给你们好好介绍一下。哎，好，现在大家都已经介绍过了啊，今天时间也不多了啊，来，我们就先去上课，好不好？大家先去上课啊，等改天啊，我们找一天把你办个迎新会，大家再好好的聊一聊啊。谢谢主任。马老师啊，麻烦你啊，下午呢你带郭老师到宿舍去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好，麻烦你啊，哎，我先去上课了啊。主任谢谢啊。哎，各位。郭老师啊，欢迎你到我们学校来，希望你会喜欢这个乡下地方。希望是。欢迎你加入本校。你刚刚怎么没有告诉我说你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啊？刚才看你急着进学校，我想到了学校再告诉你也不迟。对了，你不知道你的班级怎么走吧？我带路，算是为了刚才的事跟你赔罪。谢谢。剪刀石头布，哎，艺术咧好叫喊，太忙叫，谁唔叫诶？妈咪，送过嚟，今日坐好啦。Yes sir。你知道，你先该菜色变了。来帮埋去哪機啦？哇，懂我呢。嚟去下 Q 嘅做地有，我喺忙，嚟什麼？真的吗？什么你？你们班就在这里。各位同学，安静。我
帮各位同学介绍，这是你们新来的导师郭云天，郭老师。那不是那一位大哥哥吗？大家还不快点说老师好？老师好。郭老师，我帮你开场白了，接下来就看你了，我先去忙。谢谢。郭老师，你很害羞吧？我只是觉得他画的很棒哎。你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老师，你的脸都红了。老师，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，那我们先自我介绍好了。好啊，那从你开始吧。我叫国阿明，我爸爸是茶农，我有个姐姐读6年级。换你。我叫做阿三，我家里住山上，我是阿美族原住民。换你。我叫林志宏，很高兴能认识新的老师。马屁精。你怎么都这样啦？好，请坐，下一个。我叫林小燕，我家住在山上，我有个哥哥。那你？我叫蓝马，我家是开杂货店的，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。换你。校长不找我吗？人又不在。校长，你的笔掉了，我帮你捡起来。这不是我的笔啊！不，哦，大概是那个打扫工友他掉了，我看他就还给他。校长，你不找我吗？啊，是，我是有事情找你。那我们那边坐。好。是关于美术选手班的事情啊。以前这个美术课都是由你来带领嘛。这一次呢，我想请郭云天老师来当美术选手班的指导老师。校长，你是觉得我教的不好吗？你要知道，上一届我带这个美术班出去比赛，我们还得到佳作奖哎。我并不是说你带的不好。好了，我再说哈，郭老师他只是个代课老师，他这个教学经验根本就是不足嘛。我觉得把美术选班交给他的话，我觉得会不会太冒险啊？就是因为他是新的老师，而且呢又是他的本科，所以我想请他来带这个美术选手班看看能不能有一番新气象。校长，我觉得你要不要再多考虑一下，这个事情要从长计议。我知道你是担心的，不过呢，我是校长，我所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为了学校好。那么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，你去安排一下，明天你请他过来呢，一起商量一下啊。这是你的房间，我的房间在后面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可以跟我说一声。谢谢。你也是外地来的？我住在山区，出入很不方便，所以我住校。不打扰你了，你忙吧。来，钥匙。这什么地方啊？
家里舒舒服服的不住，来住这里。你顶下条新嘅先生，迄嘛啥嘛？就会给你送来发给你啦。迄安样哦，计有认出你吗？有啊，下个嘅时节佢还有人来讲话哦。难怪今年几位工人来还要再相见。唔过咧，人哋先去查验天数。啊，都已经开好咧，可以查验咯。当然啦，阿爸已经人做些好家动辛苦呢，人哋去天数记账做的啊。用啊，来咁样有过关无？一排细路久，我总从消费证来，了解无通过检验。用费呢？消费检查出你的茶墙底部度有化学农药的成分。乱讲啊！哎，你来，看呐，那全部用有机皮的，哪有化学的？哎，就连茶叶有查虫哦，你妈用塑造的啦。你唔信啊？来。我带你去看啦，我带你去看啦。你莫压啦，我用的莫压咯，为到俩有机茶园哈，一定爱俩3年，去按用高的。我老所有的金片老钱啊，全部变到2片土地上嘞。你做对讲来，天也唔拉茶墙种的无强啦，但系做唔对讲来哈，用药的啦，我真金无诶。来，你来看啦，老姑，你看，我真金无泻药诶，嘿，你看。那没骗你啊！你不信啊？那是不是你看了？老姑等下啦！哎，你看嘛个啊？几条泻药哎，讲系嘛个事情啊？几蛋糕？系啊，几条咧蛋糕泻药诶，只要预防，药会先排队抓味落。就算你冇泻药诶。也要受到假影响啊！你用无用插里壁夹开落诶？我用的讲。哪来的钱啊？头摆明明就没事情啊，马一定会变做安样啊！给下来全做拍工嘞，所以呢，还对我的钱给学费嘞，我养个三。
够了。还没吃饭吧？我有帮你买一个便当，一起吃吧。你今天上课还习惯吗？说起来很惭愧啊，你知道，我一直以为啊，教书应该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，可是我今天光自我介绍把我难倒了，还要靠学生解围。每一个老师其实上课都会手忙脚乱的，明明都准备好了，结果一上了讲台，舌头打结，手呢也跟着发抖哎。真的，你说一点都没错。你这分发过来的吗？我是自愿选的这所学校的。因为住得近啊。这是原因之一啦，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其实我想为我的故乡能有一点贡献，我想培训一些运动选手。这所学校很多山里来的原住民同学，他们天生就是运动高手。我想培养他们，希望他们有机会在体坛上争光。像你们班上周大山，也是我培养的一个选手。你呢？你怎么选择这里啊？其实我就是考到就来了，没有什么特别原因。可是我听教务主任说，你是学美术的，你该不会特别来这边带美术选手班的吧？不是啊。我想我再也不会拿去画笔画画了。啊？什么？没有。你用啥啊？喊东地去抬，而是卡倒地啊！阿米，来。什么吧？阿明，不错诶，最近就去写功课哦。小菜，下就看伊小重点哈。茶妹啊，错啦。以后先生讲吼，煮茶费啊，莫让伊饭伊做得嘛。一定亲无谅解。阿爸做嘛该爱种有机茶啊，加迄娘妹啊，过生前的心愿，伊规生人啊，伫个种茶，鼻到呛到的农药，身体长得唔好，什么一动眼啊，就走了。娘妹啊！也没伊生人啊，无过多么个好日嘞。佮你阿早做老公的哦，为去做地做的啊，就去完成其他心愿啊。你也是为到大家的健康。茶妹啊，阿爸本伊老阿明啊，过多暗苦的，阿爸实在唔盼得。
可问阿爸，迄时的时间好无？阿妹嘅生日就喺外头嘅生日啊！阿爸，你唔係講過要堅持，做唔得放棄？安樣我會做好，不外頭可能。好，好。夏芬，你喺考，你再來咧，台北開飛開點樣咧？你新會有乜咁好講嘅？草本年有啥新嘅行程咧？幾樣呢？等一下你就啲喏，就會改咋？郭老師，你就是刚来这里的老師。你好，我叫温秀子。你好，郭云天。刚来这里一定有很多地方不了解，尽管问我，不要客气。谢谢。马老师，各位老师，大家早哈，应该都到齐了吧？今天呢，有几件事情要宣布。首先呢，下礼拜督学要到本校来视察，我希望各位老师能够好好督导自己的班级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些同学啊，他这个注册手续没有办完全的，刘小美、吴志伟、古茶妹、古阿明，怎么每一学期都有这一对姐弟啊？郭老师，你知道你们班的古阿明跟古茶妹，他们俩是姐弟吗？我知道，我见过他们了。他们的父亲啊是栽种有机茶的，收成一直不好，所以他们两个穷的连学费都缴不出来了。这几个学生呢，实在让人伤脑筋。刚刚念到名字呢，请各班导师呢回去催款，希望这些学生啊，在3天之内缴清学费。主任，3天太赶了，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合理。已经让他们拖欠这么多天了，我现在还延3天了，这样还不够好。我们是公立学校，一个学期也不过几千块钱学费，真的有让他们那么困难缴不出来吗？对贫困的人来说，别说几千块，就连几百块都是负担。我相信这些家长一定是有困难才会拖缴，绝对不是故意赖账。我们再多给他们一点时间好吗？这样只会对学校造成困扰，这种事要速战速决，就3天，绝不宽限。主任，你知道上学期有几个学生就是因为学校规定期限，让他们认为既然缴不出钱，在学校也没面子，就干脆不来学校上课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同学会辍学是因为学校逼得太紧，是学校的错喽？我知道学校有行政上的难处，可是只要我们再多给学生们宽限，或许就可以减少辍学率。或许我们帮不了所有清寒的学生，可是我们帮得了眼前所看得见这几个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你想要帮这些学生啊，你还得看人家领不领情呢。我们之前啊，让多少清寒学生拖延学费，他们都是爱来不来上课的。这样不是浪费学校的资源吗？你要搞清楚啊，我们是教育事业，不是慈善事业，不是我们不帮那些清寒学生，是我们帮不完嘛。我希望你能够明白。主任，好了好了，今天开会就开到这里了。那个郭老师，麻烦你跟我到校长室去一趟啊。谢夫，做人工作也冇唔错啊。记到些年做得特殊冇，咩记到咁样？你有这么味道涵用，老主任讲唔起呢？主任迄件麻烦，唔系做唔到，教育唔系爱用家。我做唔得本了就4年呢，因为交唔出学费，唔敢来好教。我一定爱看到记到强下变领，一啥都做唔得少。好，好一个教育界的侠女。点么
是这个样子的啦。这个我们学校呢，今年呢想成立一个美术选手班，想训练几个同学呢去参加比赛，所以我想啊，请您来兼任的这个指导的老师，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意愿？对不起，我没有这个意愿。为什么？我看过你的资料啊，你是主修美术的，由你来兼美术班，应该是驾轻就熟啊。你为什么不兼？是不是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啊？没有什么原因，只是我个人不想接而已。哦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？你可以尽量的说出来，我们学校一定会全力的配合你的要求。校长，既然郭老师不愿意接，我们就不要勉强他了嘛。反正之前啊，我也带过美术选手班，你还记得吗？有一次啊，那个林志宏出去比赛还得了个佳作奖。所以说，我想只要您同意的话哈，我就无条件再多带个几年，也没什么问题嘛。您觉得怎么样？这个校长，陈蒙，您看得起我，可是我只想当一个代课老师而已。我想，如果主任有这个意愿，就由他来接管美术选手班吧。而且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带领学校得到好成绩。当然。郭老师啊，我真的是很重视的美术教育，而且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可以胜任，更能够启发同学们的绘画天才。所以我希望你啊慎重考虑之后呢再回答我，好不好？我已经仔细考虑过了，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愿。对不起。好吧，那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就尊重你的意愿了啊。谢谢校长，那我先出去了。校长，既然郭老师啊他不想接，那么我主任，我想暂缓这个美术班的事情。什么？他在还没有找到适当的人选之前呢，我不想贸然的开办。我希望在我这个校长卸任之前呢，能够让肇东国小得到一些好的成绩，我才能够功成身退呀。所以这件事情呢，马虎不得。不是你。嚯，你也去查冲啊，说到暗皮嘞。老姑啊，嘛该时代咧做查冲，伊每月每次个做事，我做到昂面提起啦。爱搞啦，我用写作的，唔将佢夹，唔当做有些昂过。也唔敢讲啊，你都写药的哦，可能咁样冇过关啦。哎呀，老姑，你就按硬讲就按硬学，强强去做乜个邮寄查，见看啊，大家会咪都几麻烦。特别写药的就爱看部分，你还来看方向，咁咩条路啦，好罢啦。写药的啊，真嘅唔好啦。冇安样啦，你哋哦，一介中邮寄查，你睇讲嚟做反驳啊。我真唔会咧，市场啊，唔中间乜个邮寄查来啊，唔看伢来个个乜个成法，我每下人嚟讲伢来以后搞图书嘅注册费，都啲都系冇彩条叫咧。我看呐，唔免唔放弃，做将来喺天天买本中邮寄查，因为大家都唔会互相影响嘅。老李啊，这钱啊，冇法度啦，上上嘢吼，我来注册实在千多钱，我自家都没到现定定，冇法度啦，冇法度啦。哎呀嘿哈，因为上涨嘢吼，不会涨得当多钱了，冇法度让天数啦。建筑嘛该啊，唔系让加钱啦，加嘢水通啦。你别讲去拿。好啦好啦。人很穷啊，就会把人看唔起啦。生意的学费啊，我用加晒啦。
毛太黑，鼻子太塌，尾巴太长，叫声又难听。它总是羡慕别人，想要模仿别人，所以大家都叫它模仿猫。这天天一亮，它就被大公鸡的啼声叫醒。大公鸡红艳艳的鸡冠，亮闪闪的羽毛，真是漂亮。尤其那一副嘹亮的嗓子，更让模仿猫十分新鲜。模仿猫走啊走，走到池塘边，看到好，今天我们就上到这边，稍远先回座位。记得回去要复习这篇课文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不替你下课。小妹，你过来一下。先生，顾草妹，先生，俺把过2年手尾老钱装好，本俺老太叫好费啦。因为今年佮产业属实唔好，姑嫂总会偷按救，正经动歹势啦。过2年，俺就一定会叫钱嘅啦。顾草妹，你有比俺嘅意思嘞？俺小妹，你做嘛该上课唔专心？年来你我都俺不会老你偷学费。因为俺老太已经偷按久，上学期也系按用，正经动歹势啦。你唔好按样讲，俺爹娘爸也真辛苦，有嘛教爱先生天数计无？先生做地老你成叫学费。做唔得啦，俺阿爸讲做唔得凊彩老人家钱啦。顾草妹，先生，你唔好替俺担心啦，俺相信俺阿爸一定有办法嘅。俺等一天同日就做得叫好学费。冇事嘞。好痛哦，老师，我的脚好痛。小擦伤而已，再去跑。老师，我脚很痛，已经跑不动了啦。你腿还没有断，再去跑。老师，还有一届了，比原定的计划再多跑10圈。今天没有跑完，不准回去。老师，你为什么要罚我？因为你想偷懒而故意跌倒。你以为老师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吗？我说过，我最讨厌不专心的人，就是你这样随便的态度，让外界以为我们原住民不认真、不求进步。我不准许你有这种恶习。今天如果没有跑完，不准回去。老师，我不是不专心，是因为我爸爸妈妈今天要从台北回来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了，我很想念他们。老师，我想要立刻回家见到他们。老师，我明天一定会很专心的练习跑步，多跑10圈也没关系，我一定很努力的练习。老师，你让我今天早点回家好不好？好吧，你今天就先回去。今天没有跑完的，明天把它补回来，听到没有？谢谢老师。翁老师，马老师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不要这么客气，请说。因为我表妹的生日快到了，我想要送礼物给她，可是又不知道女孩子喜欢什么。今天你可以陪我去挑礼物吗？这样啊，可是今天我家刚好有点事情，可能不能陪你去。要不然这样好了，你找林老师陪你去，我帮你约他。不用了，
我自己去挑礼物就好了。那好，我先走了。你記得麼？你記得麼？北光下現亮灑的世界。这古阿明画画真有意思。报告。啊，请进。李志宏，你怎么放学还没有回家？老师，我画了一张图，想给你看看。给我看，为什么想到找我呢？因为我听说老师是学美术的，我也很喜欢美术，所以想请老师帮我看看我画的好不好。这是你画的吗？是。你的构图还有颜色都还不错，可是创意呢？创意？哈，这对你来说或许太苛刻了一点。你才4年级，其实能够画这样，老师已经觉得非常不错。你要继续加油哦，哈。那么这张图画就留在老师这里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那老师我先走了，老师再见。拜拜，小心回去啊。好。同样是画舞狮，为什么看古阿明的画，反而觉得比较活泼生动？云天，因为你的画作里面没有感情，因为你的画作里面没有感情。感情，画作中的感情，是真的可以感觉到的吗？高老师，在看什么这么认真？好，没有，这是学生的画，我顺便想一点事情。想到什么可以跟我说吗？其实没什么啦，我也差不多该走了。哦，对了，翁老师，我一直想要问你说，这里附近哪里可以买脚踏车？你要买脚踏车啊？我带你去啊。没关系啦，你告诉我去哪里买就可以了。不用这么见外，反正我也没有事情啊。而且如果陪你去买的话，还可以帮你杀价哦。就这么说定，我们现在就去啊。哦。走。顾先生，顾先生，先生啊，我拄想要去请你，没想到底下拄到你。有乜嘅事情啊？迄位做注册费嘅事情。我老生人哋講過咧，嗰兩樣啊，我會叫啦。係咪生意呢？啲好搞亂講乜嘅啊？就係因為顧查妹馬家也唔講，我怎會來請你？顧先生，
你是唔是有嘛个困难？你讲出来，无听错，我做对天数。唔爱用啦，我先天数，老你叫新年叫后悔，好无？做唔得啦，本身嘅图书吼，迄个了做阿爸嘅前因啦，无需要你嘅天数啦。哥讲，本别个后生知道，行到后悔吼，迄先生天数计划，记得有嘛个面子伫好教啊。我想过嘅人哦，人穷志不穷，绝对做唔得老外人家钱啊。妈，你怎么可以骗我？我讨厌你们！我讨厌你们！阿生，妈，大圣，好了，不要再追了。今年秋意不会救我，北风落浪又长，一杯酒出送你送我，木质的落。相見就唔知海難。